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明。最近咱看到讲吼，高铁要延伸到这个宜兰，这个选地点问题哦，实在有够是吵吵闹闹啦吼。那么知影伫咧2019年年底哦，因为这个台北宜兰铁铁的这个方案宽屏吼，甲提案吼，交通部铁道局吼，迄当阵就用高铁要延伸到宜兰来做取代。那么讲到吼，即阵若是吼，自南港来到宜兰遮，若是透过高铁吼，大约这个行车的时阵吼，咱讲吼17分钟啦。啊，即阵咱嘛讲到吼，本地有选吼，这个4个地点，咱看到4个地点吼，第一个是咱讲伫咧四城这块位啊啦吼，另外伫咧宜兰，另外瓦近这个观景中心吼，这是第3点。若是讲吼下过咱讲南洋溪来到这个罗东这个所在啦吼，罗东这个所在吼，咱讲这4个点本地咧选吼，啊，即阵听讲啦，风声讲交通部吼要意伫咧大溪乡这个4城可能会出现啦吼，但是因嘛讲到可能这嘛是交通部想出来上好的这个方案，但是嘛引起到这个争端，也是讲民间上吵吵闹闹这个原因吼。啊，民进党党内吼嘛有无共款的这个声音。啊，过去咱嘛看到讲吼，做过宜兰老县长，咱看到讲吼，这是立法院长吼，伊讲啥咧？尤锡坤伊讲4城站吼，就是咱头拄讲的第一个站，这个缺点上济啦吼。交通部嘛讲吼，这个高铁吼，若要入来这个宜兰站吼，咱讲吼，这个站体可能有9站楼之悬吼。啊，这是这个交通部长王国材所讲吼，这个宽屏的这个变数可能会较济啦吼。另外，咱嘛来看到讲宜兰县在地县长伊是安怎看？咱看到讲县长林志标伊就认为讲，过去咱的这个选这个点的这个部分吼，都伫观景中心较好啦吼。啊，但是伊讲若是尾啊。中央有另外考量，也是会尊重这个中央上尾考量吼。另外，咱嘛讲到吼，因为选伫这个4城这块位啊，咱嘛讲到有人咧风声讲，哇，遮有人咧插地啦，这个问题嘛可推测出来吼。安怎讲咧？伊讲吼，这个咱讲行政院吼政务委员吼，这个吴政务委员吼，有人讲伊的这个吼。老厝啦吼，就伫咧4城这块位啊，但是咧，这个征收的范围内底可能就一寡差地这个嫌疑，但是伊嘛是讲话冤枉啦，伊讲伊这个家族啊，踮伫宜兰遮已经超过200档未做这款代志啦吼，但是咱讲到底宜兰遮适合去咱讲高铁无啦吼，还是讲有啥物替代这个方案无？还是讲到底交通部已经决定讲要设掉咱讲高铁站啊？但是这4个站到底对宜兰啥物部分上好？透过今节目咱做回来对话。先来邀请2位来宾吼，拢是咱讲宜兰的在地。第一位咱要邀请前民进党议员施定义，定义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要邀请守护宜兰好山好水行动联盟召集人孙朴如。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孙朴如。但咱嘛邀请到逢甲大学智慧运输甲物流创新主任这个中心的副主任哦，张慧如这个主任来到咱现场吼。首先，咱要带观众朋友先来看讲，这回这个争议到底伫倒位？交通部9月底到宜兰举办高铁延伸宜兰设站说明会，不过事后却传出这场会议中，交通部长王国材甲宜兰县长林志妙虽然是名义上共同主持，但是林志妙根本都无摕到完整的会议资料。交通部长王国材后来到立法院报告轨道建设，就予宜兰在地立委质疑交通决策过程无透明，予人有阴谋的联想。在我们处理程序如果太过粗糙，政治凌驾专业。各种阴谋论，各种放话。现在这个未来面临的课题，现在不拿出来谈，未来就变成在。所以部长是认为那天有成效吗？我觉得也听到多样的声音。宜兰这个站主问题，现在目前呈现的是什么？是政治问题。如果你们这样子的一个决定以后，将会引起政治风暴。王国材证实，交通部进程较倾向设4城站，是因为假使设宜兰站工程上会更较困难，沿线爱贴69栋建筑。如果大家可以面对像这样一个9层楼的庞大占地在宜兰，或是大家可以面临大概69栋是沿线，另外车站大概有40几栋的拆迁哈。那这个课题我是希望说抛出来让乡亲了解，也是我们后续在决定站址的一个参考。不过，对交通部评估设站4城，在地学者是表示反对，认为4城站4块位是饮水暂时区域，并不适合进行场站开发。4城这个地方啊，650公里，在
1天内下方会到什么样？那个地方淹水会超过3公尺，处理不当，真的是一个灾难。今仔是毋是会阁到宜兰沟通？交通部表示，若在地有需要，会阁再办说明会，希望等有共识了后做出最后的决定。目前也无有实的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是咱阁先来介绍到这个逢甲大学智慧运输甲物流创新中心的副主任张慧茹，副主任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啦，咱头拄嘛看到讲这个争议是交通部咱讲有真侪听到这个民众的这个声音尤其咱讲这个对话应该先做透露啦尤其咱讲本地都有选到4个站，这个4个站内底佫风声讲哇4成遮啦咱头拄嘛看到讲有人咧插地这种传闻但是咱看到讲这已经变做是民间上也是讲政治上一种讨论的这个时阵但是咱嘛回过头先来讲到底宜兰是有需要到高铁。咱讲这个咱讲交通工具无啦咱先来请教定义啦尤其你住伫咧这个溪南罗东这个所在啦对你来讲，你上段望看到宜兰有这个高铁也无？是，其实我伫地方的，自阮伫地方的了解啦其实对一个宜兰人来讲咱中央咱国家有重大建设要来到宜兰，大家当然拢是欢迎的。毋过重大的建设，就像咱前嘛有讲到，即马有遮尔济争议的即个过程，其实是大家上关心是应该是先了解这个重大的建设，到底对宜兰的即个影响是有偌济？这个影响当然有正面的，嘛有负面的。毋过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有偌济正面的即个好的影响，还是有偌济负面的即个影响，其实大家感觉讲一寡资料讨论评估，其实都讲无介清楚所以伫这个前提以下，大家伫思考高铁的时阵，迄个讨论就会较无共款。我嘛感觉讲，即马现主席即马伫讨论即题的时阵就较乱，变做讲你其实是有两个部分来讨论一个部分是即马大家上接伫讨论的，就是到底要设伫倒一站，要设伫倒一站就吵闹像拄则主持人讲到的。毋过另外就是会讲到讲，到底是毋是有需要高铁即个代志，就另外有一个讨论。因为大家感觉讲，我若是无对高铁带来的影响是啥，先有准备。即马甲我讨论要设站伫倒一站，敢若伤早，还是讲敢若。咱若无需要，讲需要讨论设站伫倒。因赶时间讲要做就做，变做讲敢若会使讨论我要设伫地，无法度讨论我有需要无，还是若是我有需要应该要配合什么款的政策来去改善，电动拢毋知。尤其针对宜兰县，咱拢知影讲宜兰县的交通问题其实有真侪面向。唔管是大家定定伫讲，咱的国道5号会塞车，崩坑雪山隧道的会塞车的问题，其实咱嘛知影讲。去高铁对即个高速公路的即个塞车改善，可能嘛无讲通改善偌济，甚至对咱市区、对咱县内的即个交通目前的一寡议题甲问题，是毋是真实较解决嘛？嘛是较毋知影的工课，所以确实伫民间、伫地方是大家有不哩侪烦恼嘛，不哩侪讨论啦。毋过遮个讨论拢嘛较可惜，较无法度讲。有一个较有啥物方法，还是讲大家有啥物意思，他比较聚焦的去讨论，还是凝聚大家一寡想法。这是我感觉讲，伫最近遮的即个新闻，即吵闹的这过程中，看到较可惜嘛，应该大家重视的一个方向。有影咱看到讲宜兰都是遮尔长咱头拄嘛也无成功，就讲要选站这个部分，咱只是想讲哇，这个宜兰的这个交通有拄着拜六礼拜的这个时阵崩坑内底拢是车对宜兰人来讲，尤其是种市区嘛是拢塞车啦这是咱看到讲宜兰县本地就有一寡交通上爱解决的问题，毋是讲你高铁来，这问题拢总解决去尤其咱嘛看到讲疫情的这个期间哇，咱看到讲这个崩坑内底就拢无车但是对宜兰人来讲，迄当阵佫设一个讲恁台北人先莫来啦尤其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讲过去咱嘛看到讲，迄当阵疫情的时阵，先探过这个宜兰遮，这个咱讲犹豫中所内底啦当阵咱嘛看到讲大溪遮，也是讲这个较头前这个路先打讲哇，
宜兰即个咱讲台北人先迈入来吼，啊，但是住家安尼看，真正拢是拜六礼拜的时阵，拢是人较济，但是真正需要的即个部分，咱看到讲拜一甲拜五的即个时阵，其实宜兰县是敢若空城啦吼，啊，针对着即个环境的即个部分，咱先搁请教朴如啦吼，安怎来看即回即个交通的建设，尤其是高铁的即个部分？大家好啊！我想讲，我会当为两个方面先简单来探讨。一个就是对环境的问题。咱即马拢知影讲，过去即个环评无通过，都是因为即个路线有经过即个翡翠水库的即个集水区。啊，后来因为因就是要避免经过这集水区，就画一个新的路线。虽然即马已经有讲会当驶过即个集水区，但是也是共款伫即个水源的即个保源地，吼，所以。基本上，咱即马即个工程，伊到底会对即个水库，也是遮个水源造成啥物款的问题，即马拢也未开始讨论。啊，而且伊要经过要做粪坑的遮个路线，其实有真侪是经过旧的遮个矿坑的即个所在。事实上，有一寡地质可能较弱的所在，可能拢以后即个地质要施工啥物拢有真侪无共款的即个困难点。所以因即马讲。有可能10档、11档以后要完成，我认为可能伫时间上是有困难。有困难哦。啊，过来就是讲到即个，咱拄则成日嘛有讲到讲对即个环境的这个影响，有一寡，比如讲咱对即个景观吼，对咱即马即个地景，到底会有啥物款的影响？未来是咱就需要去讨论的，因为像过去阮拢较欠缺讲一寡公共的即个资讯啊。像即个9月25嘛，是交通部第一届来到宜兰来办即个公开的说明会。迄当中，阮也知影讲啊，因为宜兰即马阁有即个铁路高架化的即个问题，所以等于讲，你即个铁路高架化，阁加上即个高铁了后，变做讲你宜兰市，若是设伫宜兰市以后，就会有一个32公尺遮尔大的牛体的即个车站伫宜兰市中心。这对宜兰市这原来即个。旧城的即个项目，也是讲即个人文的问题，其实有足大的冲击。甚至大家可能想讲，但是即马宜兰市嘛有足侪高楼啊，嘛是有百货公司啊，啊，你有即个高铁站嘛，应该有影响。但是伊可能毋捌想过，这毋是只有一栋楼、2栋楼安尼，伊是420公尺遮尔长，甚至比咱即马看到全台湾上大的高铁站，都是台中的高铁站，搁较大，因为伊的跨度。台中只有50公尺，啊，你宜兰是65公尺，所以这个量体是搁增加40%，比咱宜兰这个市中心的这个所在，安尼敢有适合？但是咱若是讲着讲，安尼若是卖设伫这个宜兰市设伫4城的时阵，都是共款，拄则有讲到这个农业区，会受到这个大面积征收的这个问题，讲拢转来都是头前。咱这个需求到底是啥？到底这是要服务在地人，也是要服务这个旅客、观光客？吼，伊本身伊的需求，甲伊要服务的对象，甲伊要解决的问题，拢是无共款的。但是咱为即卖的资料，其实看袂出来，讲政府到底就开始这个可行性评估的时阵，到底要想要解决什么问题，而且伊用这个方案到底有法度解决这个问题无？咱嘛拢足希望政府会当足具体的，互阮一寡。较明确的，才会说明啊。有影吼，咱讲到底要设高铁啊，无爱设高铁，这就是个大问题。也免甲这个选站这个部分，尤其吼头拄啊，这个朴主所讲的吼，你的这个环境的这个问题，你有改变无？吼，咱看来讲过去吼有这个，咱讲吼这个台北宜兰吼直铁的这个方案吼，经过咱讲吼这个水库的这个部分吼，所以这个部分呢，咱都爱吼避免吼，虽然才有高铁沿线这个问题，但是其实吼，咱嘛是也有一寡这个铁柱吼，等这个问题。另外咱看到吼。北宜地铁吼，这个方案第2，然后咱看讲南港甲大溪这站吼，同款吼，拢是吼，咱讲这个距离会变较长一线吼。啊，到底咱讲宜兰上需要的是啥物？到底是已经有铁路也好，还是讲过去咱有这个公车会当直接，还是讲吼咱宜兰人伊这个吼使用这个交通工具，即阵有这个崩坑，伊就这个开车等吼。到底宜兰有欠这条高铁无？咱先搁请教这个副主任吼来甲咱说明一下，你感觉咧？应该讲吼，宜兰伫咧看高速公路通车已经15年啊，吼，其实高速公路通车了，其实对恁宜兰含台北宜兰应该算讲足方便的啊。是啊。嘿啊，
头拄嘛有讲过嘛吼，恁平阳市啊是无啥个人，吼，敢若假日较侪人来遮佚佗嘛，吼，所以代表讲，其实，即个高速公路通车对宜兰来讲，其实恁的人去台北上班，吼，假日的时阵大家来恁宜兰佚佗嘛，吼，好，所以讲起来就是，恁宜兰代表讲宜兰并无真大的发展，吼，所以，我要甲大家讲的是吼，一个运输的建设。并无可能，就互你即个地方会当发展起来。上重要就是你要有产业，所以咱即摆会当看高雄上明显嘛吼。以前你看，我高铁嘛通车10多年啊。高雄无嘿，其实高雄人口是流出去，囡仔是去外口做头路吼。交通方便啊，要去中部，要去北部。对，所以这件是台积电去遐设厂嘛吼，所以大家开始查哦，高雄要发展起来。所以重要是宜兰爱有产业，现在发展。所以这个，我就讲一个运输本来吼，伊就是一个，我讲一个水管嘛吼，你会当流出会当流入来吼，所以即摆讲你高铁来，你会当发展也袂当发展，嘛毋是这个高铁吼，应该就是你宜兰到底有产业会当甲人吸入来无，这是上重要。所以，咱第二点来讲就是，高铁的价小。300块一人超平均300块，含你即马坐客运一个人是130块。你开车哦，开车一台车吼，算讲油钱佮加你的迄款通行费超100块，所以其实伊的价小是差足济。OK， 你若讲所以你若从即款距离吼，你会当来宜兰佚佗的人，其实你若讲驶一辆车，为什么你就古有就是无办法，搭车就是无办法改善，就是因为大家驶车来，反正。搭一个就够。好所以你若叫伊讲，互4个人去买这个300块的车票，伊可能吼价钱提起吼，紧踅一个，然后可能恁的土特产拢买甲差不多啊，对。所以其实高铁对恁宜兰来讲，我感觉伊毋是讲是一个有办法去改善咱即马国有的问题啦。毋过上重要就是，其实这条路为什么会互人提出来？第二就是因为伊会当改善着东部，要去咱就讲西部甲台北遮原来铁路容量无够的所在，伊就是铁路咱无偌济会当车辆去载者，所以伊加一条高铁，伊会当甲东部人较方便送到西部来。西部上重要就是台铁啊，台铁即马算讲伊的路轨就是无办法伊即马大家拢搞遮嘛所以。伊就无即个容量会当出来，所以伊上重要是咧改善东部甲西部台铁容量无够的问题。所以对于宜兰来讲是应该是讲对恁本身毋是讲需求他们毋过一个车头要来设伫咧宜兰，毕竟伊是东部甲西部伫咧款算讲咱讲伫咧换在聚焦的所在，所以伊也是有足侪人诶会来即个所在。即个人来所在。其实有人就是有钱嘛吼，有人有钱有当来消费，所以你要哪甲遮个人，毋是讲哦，我来代替我高铁就随走，我会当甲遮个人佫留落来一个，你会当一下消费至少家己人地方嘛带一寡即消费入来，这是较重要的，所以咱毋是讲讲宜兰无需要，咱就无买即个价。毋过伊其实对东部、对咱西部是有影响的。毋过应该是讲，咱要做即个计划是这么贵的计划，恁大家你看，哇，用这么长时间、这么大力量去做即个代志，恁就家己做好势。所以即摆应该是讲，我若真若要做即个计划，是安怎做，我会当家己做较好势。宜兰人袂当受好，迄东部人来即搭的时阵，伊嘛会当有一个较方便的款的运输会当用。是啦所以这个副主任的这个讲法，安尼就较有了解就是讲其实咱讲到这个东西部这个发展的这个无平衡的这个部分，透过高铁咱望会当解决到一寡这个问题啦成宇你安怎回应老师的这个问题咧？其实我感觉拄则老师讲到嘛，点到几下的，其实是阮宜兰人讲到高铁的时阵，尤其是一寡宜兰即马当地宜兰有希望留伫宜兰发展的少年朋友上关心的一寡代志。譬如讲，拄则的讨论到真侪呐，外地人来宜兰遮佚佗，还是旅游的时阵嘛，还是讲往花莲台东旅游的部分。其实对旅游的人来讲，来到宜兰咱宜兰定定讲即句话啊，来到宜兰，你若无开车，定定无卡。这无卡意思就是，就是意思就是讲，
真侪去佚佗的所在，也是你住的迄个可能民宿嘛好，也是旅馆嘛好，其实拢是较远的所在。点真远。就是有可能你今仔日佚佗，你是来溪南，你来罗东夜市啊，啊，毋是啊，结果你去住大溪。所以实际上，对真侪来宜兰旅游的人来讲，伊会感觉讲吼。就算讲我坐高铁免搭车来到宜兰，啊，毋过我来到宜兰进一工、2工、3工，我变做讲我无法度去上济我希望去的。我今仔日想要去太平山，明仔载想要去乌石港，去山边、海边，拢真麻烦。所以讲实在，这嘛是阮一开始就咧讲，咱国内生活的人拢真知影讲。现主是恁拢是家己的开车是主流，若是讲未来你针对着咱来旅游的人，即个伊的交通问题无法度有一个规划，还是大道啊开始改善甲改变，其实是无法度对即个使用的迄个意向是有改变的。而且就像老师讲的，我坐一个人高铁的钱，可能就一台车的全家伙的钱啊。所以其实这针对讲你讲角度，就是咱高速公路使用的这个意向的改变，也是讲人来旅行的时阵的迄个五忙的改变，其实可能拢影响讲介无介大。啊，第二就是讲对来讲就产业的问题啦。实际上嘛，确实我嘛感觉讲，咱当然交通的议题是重要的。毋过咱袂使干那一个交通的建设入来，咱就期待讲一个方案，就通完全解决即马宜兰咱伫讲的人口的流失啦，还是讲地方的发展等等。迄一定是有真侪面向去组织起来，才有法度累积起来，才有法度对一个地方有通改善的。我感觉讲袂使讲，干那要缀一个高铁来宜兰，干那就通平平。其实我感觉迄嘛是较无。不切实际，较无讲介适合的这个想法啦。所以实际上，当然就是咱宜兰的产业问题，甚至咱即马县内的交通问题，啊，搁有这个高铁来以后，其实咱以前15年前雪山隧道开通以后，对宜兰的影响，咱就通看到这15年来的变化嘛。针对高铁来到宜兰有偌济变化，咱准备偌济工课吼，譬如讲。像前两天我伫摆节目嘛，捌讲到简单一个，讲到往花莲也是台东的转运吼。即马真侪人往花莲来台东，伊坐客运到宜兰市，甲伊坐客运到罗东镇，时间拢共款1点钟。所以有真侪人往花莲的时阵，伊是坐客运到罗东，为罗东转有转路车，行就是拄好伫隔壁尔，火车站伫隔壁，行入去火车站。换迄区间车，也是区间车，上简单就区间车，讲免拍迄个拍票，免惊讲无位。啊，无你嘛通拍着，譬如讲快车，拢会使。啊，转车转到花莲台东。所以其实本地伫宜兰，尤其宜兰的溪南罗东遮，就真侪转运的这个需求，往花莲台东。所以。你敢若想宜兰县的发展是一个角度，另外嘛爱想像拄则老师甲破主讲到，其实是规个台湾吼的这个转运的需求，尤其是往花莲台东，咱宜兰做一个是门户的这个角度吼。其实咱嘛有真侪工课甲思考起来去想的，所以有需要高铁无，甚至高铁来到宜兰的设站应该伫倒位，就无共款的角度甲需求吼，甲大家烦恼甲期待。其实我相信这个答案甲即马吵闹闹的，其实是加减无真侪无共款。有影吼，应该要有精查出来吼，尤其咱头拄啊这个定义所讲的吼，咱头拄嘛讲着吼，若是甲这个宜兰县吼，这个咱讲基本的交通先甲改善就好，这是咱爱做的这个第一步。第二步，咱再来讨论讲高铁要入来无？毋若是这个宜兰县的这个问题，尤其咱头拄嘛讲着，花莲、台东拢会受到咱讲这个。影响影响应该是好的。咱讲吼，一少啊，咱讲转接的这个部分吼，尤其咱头拄有讲到，你若是住台北来，还是讲其他所在，你要来到这个宜兰遮吼，其实拢是差不多1点钟的时间。我吼颠倒，我选罗东这个所在啦吼，所以这个问题就搁出来吼，这个选站的这个问题。但是咱嘛看到讲，哇，即阵吼，这个像这个定义安尼，有真有这个咱讲。好的模范的政治人物吼，爱直接来做一寡这个表扬吼。但是咱看即阵吼，嘛唔通变做是咱讲政治上这个一个攻防哈。尤其咱看到讲，有立委讲，哇，你1个月内底，你若是无甲我选出来吼，这就是无社会沟通的这个前提。但是你要安尼选出来了后，你若是无选出来，这个交通部长就要落台吼。咱嘛有另外一个报道吼，先做来看。
交通部长王国材9月25日去宜兰，和在地交通高铁延伸去宜兰站选地址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并无因为交通来解决，甚至佫互惹出别项代志。宜兰市城的工程会主委吴德成去互批评讲有炒地皮的嫌疑。吴德成去立法院备询的时阵，伊讲伊是去互冤枉的，这根本就是无影无遮的代志。尤其是涉及到我个人的部分，我觉得非常的不是实际啊，我觉得非常冤枉。我是希望你能够用政务委员的身份尽速去协助王国材部长。一个月来，那个宜兰人个为着站者问题还在吵，王国材要下台。有民进党立委认为讲，若是1个月内宜兰高铁站的地点还无法度决定，交通部长就应该爱负政治责任。也若捌做过宜兰县长的立法院长尤锡坤，是搁一届表态反对选伫四城站遐。伊讲伊捌当面问过交通部长王国材，伊的专业是伫倒位。尤锡坤搁讲，西部几个高铁站拢是新市镇开发失败案例。诚恳的希望交通部在评估的时候，你有一个专利非常重要，你就是要考虑宜兰县的整体发展。西部很多新市镇是失败的，比如说台南、嘉义、彰化、云林失败了。真的很谢谢尤院长的指教，因为他是宜兰人最清楚了。那他的一些建议我们都有听进去。那我已经把4个站的优缺点都讲出来了。交通部强调讲，目前高铁宜兰站选自治的4个方案，拢有优点也有缺点。其中宜兰站面对上大的工程的考验，包括铁路高架化、甲铁路设站了后，沿线大规模拆迁。交通部嘛伫咧评估，敢是有其他冲击较细的可能性，嘛一定会尊重在地意见。也若目前是拢还未定案。记者综合报道。是咱头拄有看到真侪这个政治人物拢对这件代志有做一寡这个表态啦吼。咱嘛看到讲无共的这个站，无共的这个想法吼。尤其咱看到讲这个老县长吼、立法院长吼，这个尤锡坤伊讲哇，选伫这个四城站吼，真正无考虑到咱讲的吼，这个宜兰县整体这个发展吼。尤其看到讲吼，咱看到西部的这个经验，头拄老师嘛讲到，左营毋是因为有高铁才欢迎，是因为这个台积电吼。啊，台南站咱讲设伫咧较偏远的这个所在吼，离这个市中心。嘛有一段距离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吼，亲像讲彰化好啊、云林等等，遮个咱讲本地要改做一寡这个新市镇的这个部分吼，所以有人甲遮个这个经验、西部经验，看伫咧四城遮都无共款这个意见吼。啊，咱嘛头拄也讲到吼，这个定义吼是住伫咧罗东，啊，咱讲这个朴如吼是住伫咧较晏这个县政中心吼。啊，当然咱们看到真侪这个政治人物。伊若是针对伊的选区，伊都爱有负责任嘛吼，所以伊讲哇，就来我遮较好啦吼。4个站内底，咱看到讲有大溪、有宜兰市、有罗东遮吼，咱讲这无共款的这个吼，镇长也好，市长也好，啊是甚至县长，拢有无共款的这个要义哈。虽然咱头讲到要去高铁也不去高铁是一种讨论，但是即阵若是要去啊，啊针对这个问题，咱先请教朴主任安怎看？来去你的这个县政中心安尼好？进前吼，就是有一届，因为这个公共讨论拢非常欠缺，所以进前社区大学、宜兰的社区大学都伫这个公民素养场都是有开这个讨论啦，嘛有请到这个钟老师去现场甲大家分享。迄当阵吼，我伫现场我都问大家讲啊，大家认为伫宜兰不管是倒一个所在啦吼，大家认为是赞成的人较侪，也是反对的人较侪。啊。结果我调查几啊摆，拢是反对的人较侪。OK。吼，啊，所以到底反对的人遮侪，但是反对的声音是安怎，拢一直无法度有法度出声吼。都是咱亲像拄则主持人嘛有讲到，遮个政治人物拢一直带伫头前伫大声话讲，我都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啊，即马这个交通部长嘛讲啊，我保证一定会去。啊，所以等于讲你无赞成的声音，也是讲对。这个建设阁有一寡疑虑的人，其实拢无机会通好表达伊的对遮的疑虑的时阵，啊，其实咱要讨论设站设伫倒位，其实拢是都从地理环境为优先安尼吼。迄当阵我就问大家讲啊，到底是溪北方便，还是溪南方便？我讲其实啦，不管你住伫倒一位，一定是伫阮边仔上方便啦。你若是讲
离开你要交通的这个所在，可能需要20分钟、30分钟以上，你就不如去高速公路就搁较紧啦。OK。因为其实咱宜兰向台北，一般来讲是袂塞车，因为甲别人的这个方向无共款，嘿，而且时间嘛无共款。是。你真正会拄到的大部分拢是拜六礼拜，也是连续这个假期的时阵，较会塞车，也是讲像唐后片。就讲啊，旧年吼，伊大概拢爱讲旧年这个5月节的时阵，塞车塞32点钟这项代志啊。但是这一当才发生一届尔。OK。而且今年吼，这个疫情发生了后，拢无人的时阵，这个问题就无存在啊嘛。是。所以你若是讲要透过高铁来改善这个崩坑塞车的问题，大家拄则拢已经讲过，这是无可能的。啊，但是到底敢有法度真正创一个高铁，就改善这个东部的这个？车票的问题，其实过去嘛有足侪讨论，因为东部这个铁路歹买，嘛是像拄则共款讲的，都是廉价的时阵才会发生。平常时啊嘛是拢是空位啊足侪啊。嘿，尤其是你这个通勤的列车，平常拢无啥物人你坐，甚至是对号的列车，平常时人嘛无坐啦。啊，一定拢是讲你廉价的时阵，但是这个东部除了拄则讲这个7度、8度加这个问题以外，伊其实阁有足侪问题，包括讲，这个水泥车吼，使用这个轨道的空间，因为你爱分一寡空间，互这个水泥车去运这个水泥嘛。啊，阁有这个电气化，进前就是华东遮阁有几啊个所在也未电气化，而且有一个有一寡所在，伊可能就是做这个三轨化，或者会工程，也是讲像咱这个代替的这个卖票系统嘛会当提升。啊，佫甚至讲，即马代替嘛有买新的列车，其实每一种拢会当去帮助解决东部遮车票无够的问题，毋是只有高铁一种办法尔。哦，尤其咱头段嘛讲到吼，只准备等高铁啦，先甲这个交通的改变吼。对，就是你即马现有一寡措施，你即马都会当做的。透过这个措施，你若是全部拢做了，发现我实在也无法度解决问题的时阵，咱才来讲，到底这个高铁要起无要起？而且咱嘛知影讲未来这个人口一定是愈来愈少，啊，包括尤其东部这边的人。绝对嘛是愈来愈少。啊，从这款的状况之下，咱敢要开17亿，遮济这个计小生意，以后要有拆遮济人的厝，也是来破坏遮济农产地，来解决咱即马感觉认为是问题的问题，这个问题以后敢会拢无存在。是，所以咱头段嘛看到讲吼，这个朴主的这个烦恼伫的，然后咱讲吼，现主时的这个交通嘛是也无解决的这个前提之下，你就想要去讨论这个高铁啦吼。但是咱讲吼，真正的这个硬要通过，这个咱是讲政府若是讲哇，真正在地声音，还是讲在地声音，都是有一派人我要去高铁，啊，这派人这个声音嘛是真强的这个话。啊，是硬要去的时阵，到底要如何啦？尤其咱看到讲，宜兰县是一个拢当这个观光哈，是讲这农业的这个县市啦吼。啊，观光的这个部分，咱头讲到拜5啊、拜6礼拜吼，这个部分尤其严重的这个塞车。但是咱头段嘛讲到，这毋是完全因为这个高铁起好了后，就会解决的这个问题吼。但是真正这个宜兰产业的这个点哈，咱个请教这个副主任，安怎来去看讲高铁？尤其咱看到头段咱嘛讲到政治人物伫遮，嘛看到讲为着选地点的这个部分哈，有一寡这个政策争议的吼，副主任安怎看？其实咱讲选地点啦，吼，其实因为恁宜兰人吼，一定拢是往北部行嘛，吼，对，所以基本上伊的点一定较北边，吼，比如讲像恁高雄嘛，高雄的山咧伫咧左营，对，吼，一定伫较北边。啊，恁若选愈南边呢，恁的人就爱过南边，啊，搁再起来，所以嘿，你的票价就会增加，你的时间会增加嘛，所以原则上应该是爱做伫北边。OK。啊，我即马做北平的关系，即马你原来什么头城、打溪啊，迄个方案拢无嘛吼。即马上北平的四城嘛吼，过来都是宜兰。OK。啊，毋过咱若安尼讲啦，若讲即马的方案来讲，应该是四城加宜兰较合理啦。OK。啊，只是讲即马这两个点嘿，大家在看是到底是倒一个较适合嘛吼。啊，毋过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吼，恁宜兰的讲，恁来讲开发的迄款潜力吼，其实无遐强，吼，所以就是讲，为什么高速公路通车10多年啊？你其实你的宜兰市区也无啥变，其实你的罗东市区嘛无啥变，吼，迄就是原来就是讲你的
就是你发电的款能量吼，就是无遐强。OK。即马，所以你即马你甲即个物件开落来，你要互伊发电，根本上你应该是较集中的。集中啊。嘿，较集中啊，无你若搁甲散去，比如讲你若说细城去，虽然迄搭是较好做，较好做嘛吼。嘿，啊，毋过你可能原来宜兰的发电的，搁会找落。搁可以找。吼，因为你无遐大的发电的能量嘛，吼。对。好，啊，毋过宜兰其实有一个上好的所在，算讲宜兰的土地呢，即摆刚开发的土地其实是公有地。公有地。公有地就是你是宜兰市政府的。OK。重点啊，就是你是代替。其实代替是伫咧即个计划内底，其实伊是受伤上重的啦吼。伊袂受会影响到伊的营运啦。其实吼，系抢过嘛吼，啊，毋过你至少你嘛吼代替有一个吼，有一个较你会当保障的所在。另外一个当兵，恁的退辅会遐土地，其实你若讲原来伫咧看宜兰车头，你有30外公顷的土地，其实已经这么大。好。啊，另外一个，你嘛讲吼，既然做伙遮时阵，你有一个高站楼的车头嘛，吼，迄是因为高铁含你的铁路立体化，你的铁路吼立体化的时候，你是甲塔做伙，今日你宜兰你若卖做迄个铁路立体化，你高铁你含伊平即摆嘛吼，你都会含嘿，你的即摆台中的高铁站、高雄高铁站是共款的，嘿，所以高铁含代替是咧平嘛吼，你高铁是徛面顶安尼，其实迄个共款，迄都是咱3、4站楼，特别像即摆讲吼，你了一个高站楼，所以其实爱问恁宜兰人啦，是哪你要做代替的立体化的计划？哦，到底是做这个计划，你是要创啥？你若要讲哦，我是要因为要互车头的所在两边会当发展，啊，恁就做车头的开发嘛，你何必都爱甲吼？伊搁爱开几百亿的，嘿，几啊百亿，啊去甲铁路搬起来，啊搬起来嘛是共款2条铁路啊，一个往北，一个往南啊，你也无较加啊，所以是嘛，咱搁要开几啊百亿去做迄个立体化的立体化的计划，所以这个代志其实应该问宜兰人。啊，恁若宜兰人讲吼，恁真正恁讲哦，头个讲恁若搁要做宜兰车头，宜兰爱去拆厝，爱去都市计划变更，还是讲你外口遮的什么吼，你的交通问题你爱去解决，啊，你宜兰人爱去解决。所以我嘛讲过吼，其实我以前拢讲过，讲其实高速公路的塞车的问题，无人会当替恁宜兰人解决，干那恁宜兰人会当家己解决，因为恁要去收停车费啊，无爱收停车费，恁要做车辆的管制，无爱做车辆管制，恁要是要互，算讲较愿意较愿意用公共运输的人入来宜兰，还是讲恁拢嘿，反正恁开车入来，我拢做欢迎的嘛吼，嘿，恁都好食，所以会当解决即个款的，就是即个宜兰人的选择啦吼。就是高速公路嘿，会塞车袂塞车，其实嘛是看恁宜兰人。OK， 安尼佫讲起来，可能爱办一个公道啊，是毋是安尼？宜兰人的选择。其实我感觉讲，拄则讲到这，拢真有道理。是。这嘛点出一个问题，嘛是即马伫宜兰吼，毋那是政治人物对即个题目有真关心、真侪表态。其实实际上，拄则破主嘛有讲到嘛，咱社区大厦嘛有办过一寡演讲甲课程。甚至伫最近即阵嘛有为咱民间家己发起的做一个工作坊，互大家有一寡讨论，想讲要开始结合大家的想法甲声音，啊，收集到大家的想法甲意见吼，来对着中希望有更加侪沟通。其实这种典型一个代志就是讲，我毋知影伫别个县市是毋是安尼啦。啊，毋过其实伫宜兰一直以来拢有一个真特殊的一个。状况吼，伊其实态度，宜兰人的态度就是宜兰人常常对着中央的大型的建设吼，别个歹讲，宜兰人常常拢是想法实际，马上有意愿哈，希望大家同齐来讨论，甲民间团结的一个关系的市民安尼，官民安尼，哦，咱定来讲着讲。咱宜兰人自上早以前，可能针对着一寡工业的发展的这个决定，甚至到后来有真济交通，吼，甚至等等的一个重大的建设，吼，要来到宜兰吼。别位莫讲，宜兰人其实是常常上有想法，常常希望讲他有更较侪参与的一群人。对，所以其实我是感觉讲吼，最近的吵闹当然讲。
对咱宜兰人来讲吼嘛，感觉讲大家嗯一寡讨论吼，有一寡小可的冲突吼，也是矛盾，其实大家心内感觉小可无爽快，毋过迄拢毋是无好的代志。迄顶多是咱宜兰人针对着宜兰的未来发展甲愿景吼，是真有想法，才会发生着大家看到即个状况。所以其实我嘛希望讲，针对着到底有，像我拄则从一开始讲啊，到底有需要高铁无？这个需要高铁，当然意思就是讲有需要就代表讲真侪好的嘛，无需要就代表讲真侪影响是无好的嘛。这个好甲无好是啥，拢无一定的迄个评估甲答案。吼，有遮的参与，遮的了解以后，再来过来谈讲吼，去伫倒位，因为你真知影讲你希望的是啥物好的影响，改善啥物问题嘛？所以你才有法度通好好来讨论讲，安尼是毋是我选择这个车站的位置，甚至结合其他的这个建设，譬如讲拄则讲到咱台铁，甚至台铁的这铁路高架等等吼，遮的建设要安怎结合，要安怎做？其实安尼大家较有法度有共识去同齐讨论啦。我感觉讲，这嘛是咱宜兰人上无共款的，一直以来咱拢无希望是别人去决定阮的代志看开。阮其实阮拢足希望是，阮宜兰人家己有一寡共同的愿景，对宜兰的发展其实甲西部迄个发展其实愿景是无共款的。嘿，在这个愿景以下，对咱宜兰的好甲歹是啥？啊，民众会通参与，摕到资讯嘛，通是真清楚的，等等，然后同齐来做这款工作。其实这是我感觉讲，这阵啊。针对这个高铁的议题，虽然讲去选什么站啦，不过背后其实毋那是选站，针对宜兰的整体发展啊、问题啊等等，甚至是嘛开始伫希望讲，然后更较侪的沟通甲参与，莫讲遮尔啊赶紧着伫一直要做这个决定。其实我伫讲宜兰人其实伫这个方面的迄个态度甲气魄是不离无共款的。有影啦吼，讲到这个宜兰，其实咱嘛看到讲。这回会当透过这个民众的声音，然后伊过去讲哇，中央可能要送你一个这个大礼物，但是这个宜兰人可能都无认为伊是这个大礼物啦吼，可能是未来吼嘛有影可能是炸弹无一定啦，但是这是宜兰人可能家己爱选择，家己爱去这个对话这个部分吼。啊，咱嘛讲到真济这个部分，到底是四城好，宜兰好，头拄咱嘛讲到，当然嘛是我近我家己较好，那是真正要开发啦吼。但是咱讲宜兰人的选择，头拄这个副主任嘛有提供到一个讲，哇，你代替伫遮要起一个高站楼，但是若是讲代替要，也是讲这个高铁吼相替。要直接设一个高铁站，还是讲吼，这个咱讲车站吼，真侪宜兰人选择可能嘛是无爱。朴如你是毋是就是这个人？其实我选择甲伊有高站楼无高站楼无直接的关系，因为我本来就认为这个必要性无遐高，只是讲透过这个公听会得到这个讯息了后，我认为这更较需要互遮宜兰人知影讲。遮侪人伫争取要设立宜兰站的时阵，敢有去想到这点？咱拄则讲到这个高计划，老师嘛有问到讲，到底是安怎要做这个高计划？过去因要做这个高计划的背景是讲，因为经过这个平高度，定都会塞车，而且佫有这个车祸的问题、事故的问题，所以因希望讲会当透过高计划。除了就是改善这个交通的问题以外，就是像老师讲这个商品的发展的这个状况。但是事实上，即马咱知影讲，宜兰有一寡所在，比如讲咱县城中心，也是讲东山遮已经拢高计划，但是咱嘛看到讲已经高计划遮久，啊你其实东边嘛无啥物发展。所以伊用这个理由讲要去做这个高计划，我认为本身伊的这个说服嘛是无够的，包括讲伊这个土地开发了后吼，咱嘛知影讲东边这边到搭十几栋嘛是无啥物特别的发展。啊，过来就是包括咱这个战备的这个能量吼，比如讲，因为即马宜兰遮嘛是有军队嘛，啊过去拢会透过代替来运送遮个兵仔甲遮个车辆的问题。啊，甚至讲咱为着这个高计划，以后都是说遐有一个爱定领，是规个爱甲。产品吼，是一个小山轮爱甲全部产品的这项代志，其实拢是咱伫讨论高计划，还是讲规个这个系统的要升级的时阵，拢无去思考到的，到底迄对宜兰的影响是啥物？包括讲咱拢知影讲，即马这个工程做落都是1700亿以上吼，这对一个世代的公平性、世代正义吼是。
就值得咱来探讨，因为这是绝对无可能自强的。OK， 有影在这无可能自强的状况之下，咱以后就等于就是全民买单嘛，等于讲咱这个子孙敢有遮济需要，而且这负责拢全部是咱子孙要来负担的时阵，咱敢有这个资格去替咱后一代来做这款的选择？我认为这是需要思考的。是啦吼，就是讲开遮济钱，咱到底效益是偌济啦吼，还是讲真正吼，这个宜兰县，还是讲规个台湾吼，这个负债搁较低，这是咱讲朴如所提出来这个烦恼的这个部分吼。但是咱嘛讲到吼，那真正要说的话啦吼，尤其我相信真侪西部的人拢望要说啦吼，但是咱看到讲东部的这个需求，宜兰县则都无共款的声音，但是。自这个花莲甲台东的人，安怎来去看这个部分，可能嘛是另外一个角度来去思考啦吼。但是若是讲要用开钱开偌济，这个方式来去看讲，到底要起伫咧倒位吼？咱讲吼，伫咧四城遮开这个1650亿啦吼。哦，真正是一来一去啦吼。另外，咱看到宜兰遮搁较济吼，因为距离搁较长一线吼。另外，咱讲吼征收啊，是讲吼一寡这个土地征收吼，这部分拢爱考量入去吼，加差不多100多亿啦吼。另外，咱来看到讲吼，伫咧县政中心遮1880亿，另外罗东遮是2090亿啦吼。继续来请教吼副主任吼，咱讲开遮济钱。当然，咱看到讲吼，这是交通部，还是讲规个这个政府发展这个铁路这个部分，东部遮的这个平衡吼。但是开遮济钱，到底有诶效益无效益咧？继续请教副主任。我想因为迄阵啊会讲高铁吼，看延伸到宜兰吼，本身伊是因为要改善，就是我讲吼，上重要改善西部。吼，代替系无伊款算讲伊路线容量无够是问题嘛吼。那好，阮本来开始咧研究这个案的时阵，其实是要去改善东部，东部迄阵啊真正是车辆买唔到啦吼。你即马讲以前要上太鲁阁好啊，迄培养嘛好，会干那八只车嘛吼。阮即马要新的自强号，你着12只车，所以伊即马算讲一台车当载的人，你着加40%出来。OK。所以。即摆即个算讲代替本身的问题，你也会用透过代替本身的车辆的改善，吼，甲你一寡，比如讲来当路线吼，比如讲家人来当变成一个支线，伊莫一摆内底占即个容量的部分的，伊嘛是可能可以当增加一寡车辆，吼。所以头拄有讲的吼，讲代替就东部即个问题，敢一定爱用高铁来改善？我是感觉可能东部问题较改，吼。包括头拄有讲过嘛吼，你其实你的国道5号啊，你若会当假日的时阵啊，你拢一边哦，摕一个车道出来做客运的专用道。OK。好，其实你本身我感觉安尼就当家你的公共运输提升。对对，你就当家你的开车改善啊吼。好，所以你本身你的路段嘛是一个转运的部分。好，你若真正讲后尾你若是伫咧宜兰做一个转运嘛是会使。好，所以。本身我感觉东部问题是较好改善，即摆较歹改善的其实西部都是代替容量问题，因为本身伊原来迄阵啊做地下化的时阵，伊的款的算讲伊的4个古道嘛吼，吼代替用2个，高铁用2个，所以伊本身2个已经去互高铁甲占去啦，所以为什么伊讲即件吼，你用高铁，若要安尼看救过来的时阵是较好救的吼，代替本身就较歹，因为本来伊就惊迄个。行去东北角遐嘛吼，所以你若用代替要救的时阵，你的款算讲你的款隧道就会代替隧道入去，就爱退出来。哦。吼，所以若用代替来救即个线的时阵呢，伊本身的款算车帮都超一半尔。好，所以就是安尼想啊，大家会讲我用高铁来延伸。OK。所以高铁来延伸即个，我感觉伊本身有伊的效益。毋过是讲即个效益。敢会当吼含咧开价这么济钱，是敢会当拼吼？所以你敢会度过啦？你敢会当计达这个代志吼？好，另外一个就是，我是感觉吼，因为即马这个也真的贵，是因为高铁本身的款的隧道，伊就比代替较快，伊的速度较紧嘛吼。好，佮未本身就是你即马要过来宜兰吼，你过来踏伊的高架化的面顶，吼，所以我感觉整个的计划，我感觉应该来思考一下。到底你宜兰人吼，我是爱问宜兰人吼，你宜兰人你是爱啥物物件？你若当甲即个铁路立体化，台铁铁路立体化即个物件摕掉，好，你其实你着2个好几百，安尼嘛较会当，你能减真济啊。OK。好，
第二个就是我讲西边这个问题，西边这因为这个问题比东边这个较复杂啦吼，嘿，所以即马交通部嘛为这个在伤脑筋嘛吼，对，所以我是感觉就是台湾的铁路，我感觉台铁是咱台湾最重要一个铁路。OK。咱即马所做的所为作为，拢对台铁是有负面的影响，吼。所以其实即个讨论，我感觉宜兰人，恁来讨论着讲，即个车头入来时阵，对你的影响是啥物？你若讲真正，我即个车头是要开我的一个所在，我要发展我宜兰的所在，嘿，我应该是开对啊，互我的土地上有效率，吼，较有效率来开发。对东部人，伊一定想讲，我伫咧拄仔想，你只要甲我两个人接好势就好。对啊。对吼。啊，毋过对台铁、对高铁公司，因是民营的嘛吼。其实你遐去评估伊是毋是有办法会当有一个财务，会当完全可以自偿的方案出来。是。对台铁，伊票的损失，你当会讲补偿互伊。OK。所以我感觉是讲吼，我就讲。即件大家讨论遮济，我会感觉讲，因真正是沟通起来做了真无够啦。OK。你也无和其他人沟通，你也无和高铁公司，你也无和台铁的人来讲好势。我感觉即个物件，因为对大家影响是真大。好，而且你若讲真正，你要做宜兰，恁大家拢会讲，我宜兰吼，反正宜兰市吼，迄车头前的路无够宽，一定会塞车。毋过我想讲，是安怎？恁宜兰人一定会认为伊塞车。真个若讲做较北边，其实恁的台铁哦，就是恁宜兰的捷运系统。其实你应该想讲，我会当用台铁，做捷运。对，因为反正都恁宜兰都安断了嘛吼，你都用一个吼，台铁嘛断了，甲你串过啊吼。所以其实你应该想讲，我若宜兰人，我就讲，安尼你是要我宜兰，你礼拜拢停车拢收钱。嘿，恁大家拢停，恁家己迄边嘛，你都坐一个铁路入来，嘿，嘛无这个问题。像甲老师有讨论到即个时阵啊，我都举一个例啦。我讲即马就敢若讲，咱食物啊吼，咱食饭食物啊，其实希望讲，一般来讲，上需要的第一个目的就是食饱嘛，食饱啦，食饱啊，第二就是讲食有健康嘛。啊，第三就看每一个人讲食欢喜啊，食啥，等就无共款的迄个目标。啊，可能我讲，我就去举例讲，即马就敢若讲，亲像阮平常时都咧食便当，食便当嘛食惯势啦，吼。突然间今仔日爸爸妈妈摕一个牛排的大，就是真高级，安尼讲，这个要互你。啊，你就突然间会感觉讲，我这有牛排通食，我袂接受，敢若也怪怪。我食落啊，对我本地到底食饭是为着啥，啊嘛无想清楚。啊，结果即摆的讨论，拢变做即摆伫讨论实战嘛，嘿，即摆就接受嘛，你就接受要食牛排啊，都变做讲是到底是要用猪食，还是要用刀食？啊，毋过拢无人去讨论着讲是哪要爱食牛排。无底下其实对你来讲，你主要目标是为着健康，颠倒是可能是你本地的便当。爱升级，吼，比如讲你的菜是有机的、优先的，吼，还是你的肉是较环境好的，其实就他对着你本地食便当的这个目标完成啊。啊，结果即马送牛排来，你就感觉讲他食饱，佮他食遐好，是毋是应该是爱接受啥？颠倒开始烦恼。对，所以其实伫宜兰遮吼，有影嘛是有真侪希望高铁来支持高铁的声音，这是嘛确实真侪。啊，真侪人的烦恼嘛是针对着讲像拄则讲的。到底你宜兰县咧改善要改变的问题是啥？啊，针对着这问题甲这议题，除了高铁以外，嘛真侪工课应该是爱紧的来做，紧来思考吼。所以我感觉讲，有影是伫这个高铁这个议题之下吼，嘛希望讲，咱宜兰港已经开始动起来，伫思考甲共同去面对这个问题嘛。嘛希望趁这个机会是，家己面对着。一个关市，伊有一个重大建设入来的时阵，大家看的面向、思考面向嘛，它较深是较无共款的。有影吼，亲像讲你便当内底这个菜吼，有机的，你会当吼，甲咱讲交通的这个有机吼，这个系统先甲伊接入好势吼。毋讲哦，这个牛排来你就一定爱食啦吼。有影吼，这个定义吼，这个
咱讲譬如啦吼，真好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真侪人也是有愿望，也是有期待的时阵，啊，面对着无共意见的人的时阵，这两派安怎来去做一个沟通哦？这是咱看到讲政府所欠的吼。另外就是讲啊，有真侪这个政治人物嘛，讲要伊讲哦，我特别选你就选你到，但是这欠缺着咱讲官民家己的这个吼对话这个部分吼。尤其大家吼，咱看到讲哦，宜兰县市长当然嘛是讲哦，我设伫咧宜兰站啊，但是咱头拄嘛讲过。我住伫倒位，就是我想啦吼。但是咱看到讲，这个立委伊是讲吼，这个四城站哦，伊就讲是一个失败的这个交通建设啦吼。创的政策吼比贪污更加可怕吼。啊，但是咱嘛看到讲，民进党来开始吼，家己内底吼，就有一寡咧无共款的这个声音嘛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吼，有的人嘛是讲着吼，咱唔免杀掉高铁这个部分吼，因为这个高铁的这个经费吼实在是太济咧。台北宜兰吼，直铁这个部分吼，会当吼，敢若开1/3吼。另外，咱嘛看到讲，淡江大学文书系这个教授伊嘛讲到，营运了一定吼欠钱啦，还是讲诶这个了钱啦吼。另外吼，这个蒋教授吼头拄嘛有讲到吼，咱所经历一下吼啊，咱头拄还佫回到着两个宜兰人，头拄定义嘛有讲过，上尾咱有抛入一寡时间吼，你上大愿望是啥物？针对这个交通的这个部分。若是讲咱有这个经费是千几亿吼。我个人认为是代替本身的这个路线改善是上重要，因为咱知影讲这几年有一寡较重大的这个铁路的事故，拢是伫咱宜兰花莲这个所在。咱若是讲真正要互东部人有一条会当安全转去的路，其实你代替要安怎来改善，互伊更加安全吼。像你这个义务这个。入去这个轨道的时阵，要安怎来保护吼？甚至讲咱宜兰遮济，人遮济，吼，风台遮济，是毋是甲西部有共款的这个营运的这个稳定性？啊，包括这个噪音吼、震动，对这个社区接近的时阵，对宜兰人生活的影响到底是啥？咱是毋是会当有这个经费先来改善，代替即马拄到这个状况，包括伊这个无安全，也是讲人工吼，这个过去在公安的部队拢。